HDMI 线是影音传输的线材哦，家家户户拢有需要。也毋过，这款线的技术规格、甲商标拢有注册。高雄的警方最近哦，就查到讲网络有人个卖仿的线材，大约8000万。HDMI 协会是统计讲，敢若伫台湾，去年到今年的8月，就查到将近40亿仿的产品，因会来提告。拍开电视要收看高画质讯号，真侪民众选买 HDMI 线材，也是使用伊的设备。高雄警方所发现有业者伫网络卖假的，查到3000件的仿冒品，侵权的市值有8000万。一般民众、网络卖家、店家误认为影音传输规格或功能，难对于商标欠缺认识。现在最新的线，我们都会有所谓的防伪标签，你透过手机一扫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为合法的。第二个，它所使用的这个 HDMI 的商标，必须它上面是有 TN 或是写 R 的。警方表示，真侪卖假也是民众拢唔知影，这个技术规格，还有商标拢有合法注册，无经过授权来制作的产品，也是使用伊的名，拢算是假的。用伫这仿冒品，轻会互厝内讯号无好，严重有可能倒伫着烧拍电。你如果制造包括使用到 HDMI 的端口或者说线材，它本身其实有规定是你需要跟这个 HDMI 公司缴纳这个授权金。那包含商标使用、包含的技术使用都是技术所有人，他到底有没有针对这个技术去申请专利？那疑似侵权人他所声称的他使用的这个技术有没有落入那个专利权范围里面？有落入的话，那我们才能说初判说他可能会有侵权的可能性。业者统计，去年8月到即马，仿冒案件将近30件，敢若伫咧台湾侵权的计数，就将近要40亿个台票。后续会针对仿冒者来提告，嘛强调因的概念甲蓝牙耳机共款，使用者毋免直接甲公司来取得授权，毋过销售者还有制作商一定要有协会的授权，按照着因的规格制作的方式去做，才是正版。记者王丽婷、明昭宽高雄报道。